林之意，你不会以为我真喜欢你吧？莫言，实话告诉你，我喜欢的一直都是暖暖。我之所以费尽心思的接近引诱你，不过是为了成全锦城和暖暖罢了。要不是你心思歹毒，从中作梗，让锦城跟你订婚，锦城和暖暖早就幸福的生活在一起了。不是那样的，我没有。木野哥说的对，阿仙，难道连你也……你该不会以为自己真的是万人迷？我和木野哥爱你爱的都死去活来吧？要不是因为暖暖姐，像你这种心思恶毒、大脑空空的女人，每次在你面前扮奶狗叫姐姐，我都觉得恶心。照片拍好了吗？放心吧，都拍好了。林家千金黎之意，电视台著名主播，在和陆锦城订婚之后放荡下作，多次试图勾引各家豪门公子。只要我们把这条新闻引爆出去，他林之意这辈子的名声就彻底完了。这样锦城哥就有正当理由和他退婚，来迎娶暖暖姐了。不，你们这样会毁了我的。我求求你们。现在知道后悔了。当初给锦城下药逼他跟你订婚，害得暖暖伤心出国的时候，你怎么没想过会有今天的后果？不是这样的，我之前对你们很好啊，从来没有对不起过你们。阿仙，你把照片删了，求求你了。要怪就怪你不该和暖暖姐抢男人。暖暖姐可是我们所有人心中的女神，我不允许任何人伤害她。跟一个水性杨花的女人说那么多干什么？接着马上就要到了，走吧。林之意私生活不检点，多次劈腿的新闻曝光后，引起巨大舆论震荡。陆锦城借机和林之意退了婚，少了林之意这个阻碍，他和夏暖暖有情人终成眷属，很快举办了婚礼。至于林之意，他名声全毁了，林家也不愿意接纳他，后来自甘堕落，染上了毒瘾，再后来就没有消息了，也不知是离开了还是死了。谁？谁在说话？刚刚我念的是你原本的结局，在这本名为《腹黑路上咪咪宠》的小说里，夏暖暖是所有人都喜欢的女主，而你是所有人都讨厌的女配。在强大的剧情影响下，你人蠢心坏，结局凄惨，死不足惜。小说，我只是小说世界里这多夏暖暖的配角啊。之意，你想啊？之意，你想啊？赵已经……你别过来，别碰我！之意，你怎么了？你是在怪我带你出去滑雪的时候没照顾好你，让你感冒发烧了吗？对不起，我保证，以后这种事情不会再发生了。别生我气了。我帮池梦也抓到小偷，找回了重要文件。他为了感谢我，请我滑雪。也就是说，现在梦里的一切还没发生，我还来得及扭转我的结局。之意。
暖有关的人和事。可剧情设定下，暖暖就是个人见人爱的万人迷，几乎没有人不喜欢他。不对，有一个人不喜欢他，陆锦城的小叔陆燕。陆总，3天后是老夫人寿宴，我已经为您推掉了最近1周的工作行程，直升机也已准备好。您可安心回国为老夫人祝寿。小叔，我是林之意，有兴趣结个婚吗？林小姐那条信息什么意思？我不喜欢陆景城，我不想嫁给他。所以当初订婚的时候，陆家下了1亿聘礼，这笔钱被林家拿走了，我暂时还不起。跟我结婚对你也有好处的，我可以。我答应了。这就答应了？我准备好的说辞都还没开始呢。明早9点，带上身份证，民政局见。哦，好。抱歉，没事，你先。谢谢啊。同学，等一下。不好意思，同学，刚刚那本书店说是孤本，买不到第2本，可不可以留个联系方式？等你看完了借我看一看。好啊。不好意思，同学，我没带手机，要不你加我，我电话是1386，微信同号。不好意思，我手机没电了，我记住你微信号了，回去充好电就加你。好，同学怎么称呼？林之意，南风知我意的之意。林同学好，我叫陆燕，笔墨纸砚的砚。把明天上午的行程给空出来。对了，我在北城的房子很久没人住了，找阿姨打扫一下卫生，再添一些新家具。陆总，您这是？没什么，准备结个婚而已。啊！陆燕居然这么容易就答应了，事情进展似乎有点顺利，难不成？林姐姐，你怎么这几天都不给我打电话呀？我可想你了。谢谢啊，我不想你。姐姐好冷淡，弟弟好伤心啊。有什么事吗？好吧，说正事。之前拜托你给我家狗设计的狗牌，你做好了吗？我一会儿过去找你，顺便拿一下。不用了，你给我地址，我送过去。好啊，我就知道姐姐嘴硬心软，其实还是想见我。那一会儿见。林姐姐，说好的设计费50万，微信还是支付宝？这个等会儿再说嘛。我订了餐厅，我们先一起吃个饭吧。不用了，我有未婚夫，我未婚夫不希望我跟别的男人吃饭。姐姐，我给你100万，你就陪我吃顿饭吧，和姐姐一起吃饭比较香，求求你了。多么乖的粘人弟弟，
若不是我看到了未来的剧本，恐怕根本不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。好啊，记得备注自愿赠礼，谢谢呗。和姐姐吃饭胃口就是好，我吃的好饱呢。我该回去了，请便。我开车来的，我送你回去吧。不要，姐姐，我有未婚夫，被我未婚夫陆景城看到了误会怎么办？你是 idol， 被你粉丝看到影响也不好。你就这么爱景城哥吗？我对他的爱天地可见。好吧，那我先回去了。说，谁派你来的？林小姐，行业规矩。我管你什么行业规矩，现在不说就去派出所说。哎，行，我说，我是一个私家侦探，是陆家大小姐陆锦熙，说小陆总不喜欢你，于是出50万请我来，看能不能偷拍到你的把柄，好名正言顺跟你退婚。我出100万，你帮我反侦查陆锦熙。那不行，林小姐，我们干侦探的也是有职业道德的。不说是吧？我知道你们私人侦探是灰色产业不合法，那就去听听帽子叔叔怎么说。行，你赢了，我答应你。交换个联系方式，随时跟我联系。之一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怎么在这儿？有事儿？这么冷淡，不会还在生我的气吧？没有。那你应该记得今天是我生日吧？生日礼物呢？不会没准备吧？还没成功和陆景城退婚，全身而退。现在还没到摊牌决裂的时机，我给你订个蛋糕。这是你给我准备的生日礼物吗？啊，你说是，那就是吧。谢谢啊，我很喜欢，这个款式还挺特别的，不会是你自己设计的吧？给江心家的狗设计的，能不特别吗？这还是做坏的那个残次品，你喜欢就好。我就知道你是嘴硬心软，其实早就不生我气了，对吧？走，参加我生日宴去。生日宴我就不去了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玩得开心。啊，我的车到了，我先走了。去陆家旗下高定礼服店选一套像样的礼服，别太寒碜，丢了我的脸。还有，别以为我带你参加奶奶的寿宴就是要娶你，我有喜欢的人，我是不会喜欢你。当初你用尽手段得到未婚妻的位置，但是你永远也得不到我的心，懂吗？既然如此，不如取消婚约。既然如此，不如取消婚约。你说什么？我说，反正你不喜欢我，不如取消婚约。林之意，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我真心的。你真心？当初你用尽心机给我下药，我忍住了没碰你。你1计不成又是2计，叫来了记者现场直播，逼得我不得不把你当做未婚妻。现在你跟我说你要退婚，还有，别再跟我玩这种以退为进的把戏，很低级。这小说里的霸道总裁都这么自以为是的。5分钟看了14遍，老板，我看你有点恨嫁了。抱歉，路上堵车，扫了个单车才过来，没有久等吧？没事，我也刚到2分钟。撒谎！你明明提前1个小时就到。那就好，我们进去吧。好。
搞定。那我先回去上班了。等一下，家里的钥匙，你拿着。啊？我们要住在一起啊？你说呢？你是不是对我这个人有误会？我这个人从来都不解素会。以前没太注意过陆言，现在细看才发现，他也太帅了吧！要是来婚的，好像也不亏。不对，我在想什么？你先放开我。既然我们结婚了，睡在一起也是应该的。但是明面上我还是陆锦城的未婚妻，你再给我些时间，等我跟他正式退完婚，再搬过来。要我帮忙吗？暂时不需要，有需要的话我会告诉你。好，我送你上班。不用，我骑这个回去就行。我顺路。赵哲，把车开过来。好的。林小姐，不对，老板娘不是在电视台上班，应该在哪儿顺路？还真是只诡计多端的舔狗啊！把这个文件处理一下。那个素材再给我考一下吧，好。我这边需要。之一啊，台里打算对当红偶像江燮做一次深度采访，暂时还没定放在哪个栏目，你可以试着约一下江燮，如果能先定下他的档期，那就放在你的之一有约节目里，有没有问题？好的，经理，我会试着联络一下。台里播了20年的老节目《快乐猜猜猜》，计划停播了。现在啊，周六晚8点黄金档也空下来了，你的节目有机会提高一个档次。不过，竞争的对手也不少，拿下江燮是关键，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我会努力的。好。最近有空接访谈吗？本来没空的，不过要是姐姐盛情邀请我的话，说不定就有空了哦。啊，聊什么呢？笑这么大呀？你别管，不会是女朋友吧？玩玩而已了，你别问了。我看，我看，拿来。牧野哥，你这个项链……牧野哥，你这个项链怎么了？有点眼熟，怎么看着跟林之意给我家狗做的狗牌这么像啊？不可能，这个是个女孩送我的生日礼物，她亲自设计，市面上买不到。是吗？难道是我记错了？别废话了，还打不打了？当然打。喂，下班了。刚下班，你可真准时。那接下来有什么安排吗？明天就是陆老夫人寿宴了，我去一趟礼服店取礼服。我认识几个大牌设计师，如果你需要的话。不用了，我已经联系到服装设计大师 Candy 接到礼服，只是他把礼服送到了礼服店，帮我整理一下、熨一下。你都能接到 Candy 的衣服，看来我也不需要瞎操心了。去完一起吃个饭，我知道一个味道还不错的餐厅。好啊。好，那等一会儿我把地址发给你。一会儿见。你好，我订的礼服到了吧？拿给我吧。抱歉，林小姐，那件礼服在运输途中被弄脏了，还没来得及洗。要不您换件别的？脏了？这么贵的礼服怎么就……
夏小姐，您简直太美了，这个礼服就是为您量身定制的。哦吼，这几天一切都太顺了，差点忘了还有原小说女主夏暖暖这个人。送上门的正剧不要白补。不是说礼服脏了吗？怎么穿在她身上？不是。你确定吗？暖暖明天也会出席奶奶的寿宴，我给她安排件礼服怎么了？你能不能别老拿这种小事来烦我？换了。林小姐，我都提醒过你，让你别自取其辱了。你虽然是小陆总未婚妻，但这个身份是怎么来的，你我都清楚。夏小姐才是小陆总最看重的人，你拿什么和夏小姐比？林小姐，锦城做事向来妥帖，他这样安排，想必有他自己的用意。你又何必仗着富家千金的身份，为难一个打工人？为富者更应该拥有广阔的胸怀，体谅底层打工人的难处才对。哇塞，觉醒剧情后才发现这女主也是个泡茶高手，嘴里全是假话不当的。他自己不是正享受着陆锦城带给他的特权吗？怎么不见他拒绝特权，人人平等？我非常同意夏小姐说的，但问题是，这礼服是我先预定的，先来后到的道理，你该不会不知道吧？这是陆氏旗下的礼服店，这件礼服是锦城付的款，他有权利决定给谁穿。夏小姐口中所谓的普通人的人格尊严，有的时候标准还挺灵活的。我自问没有得罪过林小姐，你又何必这样咄咄逼人呢？我们同为女性，更应该团结起来互相帮助，而不是在这里搞雌竞。够了！林之意，暖暖姐是我哥喜欢的人，我不许你欺负她。我实话告诉你吧，我哥已经打算娶暖暖姐进门了，准备跟你退婚，你还真把自己当盘菜了。我哥已经准备迎娶暖暖姐进门，跟你退婚了，你还真把自己当盘菜了。真是好人，今天的黄历一定是一出门，不然怎么这么多人排着队的要来给我送证据？怎么可能？你撒谎！锦城他怎么可能？快，好妹妹再多说点。我哥他根本就不喜欢你，他心里只有我暖暖姐一个人。你别说这件礼服了，就算是天上的星星，我哥也愿意嫁给暖暖姐呀。我哥跟你订婚，不过是被你算计之后的权宜之计，你就等着被扫地出门吧。我不相信，你们肯定是骗我的。像你这样的女人，根本就没人喜欢。我哥已经准备给暖暖姐一个盛大的世纪婚礼，而我以后也会和牧野哥哥结婚，只有你没人要。差点忘了陆锦溪从小暗恋池牧野这件事。锦溪，快别这么说，我现在只想好好经营我的事业，在设计圈发光发热，还不想陷进儿女情长里。还是我暖暖姐人淡如菊，不像有些人一心就想嫁入豪门当阔太太。像暖暖姐你这样的独立大女主，才是我哥喜欢的原因吧？傻孩子，你还不知道吧？你的牧野哥哥其实是你人淡如菊、暖暖姐的终极舔狗吧？好吧，既然这样，我成全锦城。我只希望他幸福。早点明白不就好了？走，暖暖姐，我们去给你这件礼服选上一套合适的首饰。等等，你还想闹什么？一码归一码，他身上这件礼服是我花自己的人情请服装设计大师 Candy 借来的，他不能穿走。林之意，
就你别再跟我搞笑了。你林家只不过是一个不入流的末流家族，你也只不过是一个在电视台不入流的小主播，播的节目都没有几个人看，靠着阿扎手段算计我哥，才攀上我们陆家这样的高枝。就你这样的落魄人，也配认识堪迪大师？我说的都是真的。你说我就信？你怎么证明给我看呢？我这就给堪迪打电话。不会吧？难不成他真的认识堪迪？喂，堪迪大师，我是知意，您还记得几天前我向您借的礼服吗？这手机是我刚捡到的，我不认识你说的那个人。我就说嘛，你怎么可能认识堪迪大师？只不过是打个电话吓唬吓唬我们罢了。电话虽然错了，但是明天堪迪大师也会参加陆老夫人的寿宴，到时候一切不攻自破。我为什么要撒这样的谎？像你这样心胸狭隘的人，谁知道你是怎么想的？行，所以这礼服不打算还了？林小姐，你能不能不要再胡搅蛮缠了？我刚才已经明白的说过，这件礼服是锦城送给我的，我若是将它让给你，岂不是辜负了锦城的一番心意？你这是陷我于不义，还是你觉得像我这样一个普通人不配穿这样的高定礼服？林小姐，我们都是人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，你怎么能够这样看不起我呢？行，我让给你，但是你到时候可别后悔。这礼服本来就是暖暖姐的，你还敢大言不惭的说让，我真的是给你脸了。陆锦熙，你在干什么？小叔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你爸妈就是这么教你规矩的。小叔，我道歉。什么？林之义是你的长辈，你对他大呼小叫，甚至还要对他动手，难道不应该道歉吗？他还没过门，算哪门子的长辈啊？要么道歉，要么我这个做小叔的今天好好的教育教育你。要么我这个做小叔的今天好好的教育教育你。对不起。大声点儿，刚才大呼小叫的时候不是挺有中气的吗？对不起。锦溪，陆先生，今日之事，锦溪虽是有些冲动，但这并不是他的错。你作为他的长辈，不应该如此强硬，不分青红皂白。你有所不知，心理学上有研究，很多人在原生家庭遭受的创伤，需要用一生去治愈的。你没事吧？没事儿，谢谢小叔。锦溪，饿了？走，我带你去吃饭。林小姐什么时候和陆先生关系这么好了？陆家虽然小陆总是明面上的继承人，但实际命脉都掌握在这位陆先生手上。我刚刚那么得罪林小姐，不会有什么事儿吧？这家的佐餐酒用的是孟迪亚克梅多克混酿，口味比较特殊，不知道你喜不喜欢？我对酒没有研究，多谢你今天帮我。Cheers。Cheers。之意，之意，之意，怎么两个陆燕呀？一口酒就喝醉了？你胡说，我没醉，我喝酒超厉害的。就你这酒量，当初还敢去算计陆景城？不冤枉
那个渣爹，他想攀龙附凤，就陷害我。所有人都说陆景城可怜，说就我这个心机女算计，不能这么可怜吗？全世界都不爱我，全世界都要报复我，没有人珍惜我，没有。我知道你没有错，我会永远站在你这方。陆言，如果当时我和陆景城没有发生那个意外，你会不会喜欢我？喜欢。之意，没关系，等你清醒的时候，我会回答你的。服务员，买单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我家那位是长得又好看，性格又体贴，爱我爱的不行啊。如果说他要是一直都这么听话的话，我不介意跟他来一段真正的恋爱。像你这种花花公子，哪有什么好女孩？还是我家姐姐最好。虽然吧，我是带点目的接近她的，但是相处下来呢，感觉十分契合。最重要的是，她心里有我。万一是有我呢？啊，那不是陆小叔吗？他怎么背着个女人啊？你没听过陆小叔有女朋友啊？陆小叔，好巧啊！您这背的是谁啊？我妻子，她喝醉了。妻子，你结婚了？之前没听说过。刚结的。这样，那陆小叔，您送婶婶回去休息吧，我们就不打扰了。哎，陆家小叔一向神秘，没想到结婚也这么低调。惊天大卦，陆家小叔竟然结婚了！你这个当值的都不知道，看来陆家小叔藏得够深呐。小叔的妻子身上穿的衣服，怎么这么像林之意的呀？不可能，林之意那么爱我，甚至不惜使用下毒的手段才和我另一半，怎么可能和小叔有什么关系？肯定是巧合。小趴菜，以后再也不敢让你碰一滴酒了。不要走，乖乖睡觉，不然明天会头疼的。什么果冻啊，好好吃。睡吧。这是在哪儿？都说陆景城可怜，说我这个心机女算计。完了，哎呦，出手出大了！醒了？
醒了。昨晚我喝醉了，什么都不记得。我还没说话呢。奶奶的寿宴马上就要开始了，要迟到了，我先出去了。被他亲吻的感觉还挺舒服。不对不对不对，林之夜，你在胡思乱想什么？怎么了？不好看吗？很好看。那就好。时间快来不及了，我先走了。你不跟我一起去吗？我跟陆锦琛还没退婚呢，被别人看见我们在一起不太合适。乖了乖了，等寿宴之后，我们就可以光明正大的在一起。今天就先好好看戏吧。我怎么感觉我像是养在外面的小白脸似的？林小姐，陆家大小姐陆锦熙，因昨天在你那吃了鳖，今天打算在宴会上对你下药坏你名声，你要小心啊！知道了，你再帮我一个忙。喂，之夜，你到寿宴现场了吗？刚下车，怎么了？我知道你手上没什么钱，锦城又是个粗心的人，肯定想不到以你的名义帮你准备一份寿礼，我帮你备了一份，怎么样？还是我贴心对你好吧？在原小说剧情里，迟暮爷也是打着贴心的名义，给我准备了一尊明代的玉观音作为寿礼，我傻乎乎的拿去送给陆老夫人，却被揭穿是仿制品，毁了名声。好在现在我早有准备，他别想再坑到我。在哪儿？我过去拿。之夜，拿好了啊，这可是宝贝，明代出土的玉观音，花了好大价钱才淘到的。这明代的古董，先不说价值多少，光是数量就很稀有，这很难淘的吧？该不会是假货吧？怎么可能？我什么身份啊？没必要省这点钱买假货装面子吧？也是，那谢啦。不用跟我，哎呀，不用跟我客气，你就记住，我对你最好就行了。之夜，对不起啊，虽然跟你相处的感觉挺舒服自在的，但谁让你占了锦城未婚妻的位置，挡了暖暖的路，这世上没有什么比暖暖的幸福更重要。哎，你这准晕珠手链设计的不错，我平常没事的时候啊，也会自己设计手链，可以借我研究一下吗？这是你给我准备的生日礼物吗？你说是，那就是吧。谢谢啊。当然可以，给你。他肯定是想以此为灵感，为我设计一件别的首饰。他也太爱了吧！哎，等他让出锦城未婚妻位置后，我也不是不能娶了。给。迟暮，你想坑我，注定要竹篮打水一场空。真是好久不见了。是啊是啊。敬你一杯。客气了。王经理，你也来了，王小姐。多谢。
么些。林小姐，好久不见你了，好久不见。好久不见。来，谁呀？这么不长眼？林之意，你是不是故意的？锦溪，你没事吧？有没有受伤啊？谁要你的假好心？这点事儿。这不是牧野哥哥的手串吗？怎么会在你这儿？这不是牧野哥哥的手串吗？怎么会在你这儿？锦溪，这是我的，你还给我！是你的就是你的，你这么紧张做什么？我看这分明是牧野哥哥的东西，他向来带着都不离身的，我不可能认错。你今天最好给我说清楚，为什么在你这儿？我不懂你在说什么。还装？是你偷了牧野哥哥的东西对吧？真的是我的。小门小户的东西就是下作，牧野哥哥的东西你也敢偷？难怪我哥会喜欢暖暖姐，根本不喜欢你。陆小姐这话什么意思啊？难道陆总心中喜欢的另有其人？小陆总的未婚妻不是林小姐吗？这豪门家族里的事，谁知道呢？要真是这样，这林小姐也确实够可怜的。还不说是吧？我现在就给你点颜色看看。小叔，这谁啊？这通身的气质，悠悠的长相，肯定不是一般人。跟林小姐站在一起，简直郎才女貌，一对璧人。这不会就是林小姐的未婚夫小陆总吧？不对啊，我好像见过小陆总，他不长这样。小陆总没他帅，气质也没他好。小叔，看来昨天的教训并没有让你认识到错误。小叔，分明是林之意他对长辈直呼其名，毫无敬重。看来今天要好好教教你什么是礼节。小叔，发生什么事儿了？原来这位就是传说中陆氏背后的真正掌舵人啊！难怪气质看着就很好。谁说不是呢？要说这小陆总，单独看也算是人群中的焦点了，年轻英俊又有能力，但跟他小叔站在一起，就有种被人比下去的感觉。当着两位陆总的面，你说这话，你不要命了？林之意，你怎么才来？今天是奶奶的寿宴，你作为我的未婚妻，不早点过来帮着操持，竟然还姗姗来迟，你当自己是来做客的吗？锦城，你别生气，我也想着帮忙操持的，这不碰到了锦溪，陪他玩闹了一会儿。谁跟你玩闹了？分明是你偷了牧野哥哥的东西。哥，你看，这是牧野哥哥经常戴的手串，平日里他自己都宝贝的不行，这肯定是林之意偷的。锦溪，你真的误会我了，我没有偷，这是我的。牧野哥哥现在人就在这儿，你还敢撒谎？你看，手上空空如也，证据确凿。林小姐，我的手链确实不在我这儿了。那就请池先生解释一下，我有没有偷？看林小姐这么淡定，难道这手链真不是偷的？林小姐的出身虽然是末流家族，但也不至于穷到一个手链也要偷吧？那怎么解释池少的手链不在手上了？再听听看吧，先让子弹再飞一会儿。牧野哥哥，你快说呀，是不是林之意偷的？虽然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但为了暖暖早日嫁给锦城，我倒是可以趁机再加一把火。哦，我突然想起来了，我的手链不是丢了，而是有人想要，我送给他，对吗，林小姐？我的手链不是丢了，而是有人想要，我送给他。怎么听池少的意思，这手链像是他送给林小姐的？不能吧？这林小姐不是小陆总的未婚妻吗？怎么能跟池少有什么关系啊？这你就不知道了吧？当初这林小姐上位是用了点手段的，谁知道她会不会骑驴找马？也是啊，这林小姐当时的名声本来就不太好，只是时间太久了，大家淡忘了而已。之一，这下看你要怎么解释。多谢池少替我作证，这条手链是我自己设计的，没想到这么巧，跟池少那条有些相似。不知道池少那条是送给谁了？他今天来现场了吗？来是来了，不过碍于他的身份，不太方便向大家介绍。这两台对话怎么这么隐晦？不会真有什么吧？说什么碍于身份不方便，
是啊，好兄弟的未婚妻，这身份确实不方便。林之意，你这个贱人，栽赃陷害我哥，还暗中勾引牧野哥哥。锦溪，你真的误会我了，我是你哥的未婚妻，对你哥一心一意，怎么会想着勾引池少呢？事实就摆在面前，你还敢狡辩？发生什么事了？你看，真是。暖暖姐，暖暖姐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林之意他勾引牧野哥哥，还骗他把他最心爱的手链送给他。东窗事发后，他还说这手链是他自己的，你快帮我评评理。奇怪，这条手链是我亲手设计送给牧野的，世上只有一条，怎么这么巧？林小姐也有一条一模一样的，怎么这么巧？林小姐也有一条一模一样的。暖暖姐，你的意思是说，这条手链是个孤品？没错，林小姐，如果你喜欢这条手链的话，我可以再做一条送给你。牧野平时对女孩子一向很绅士，你开口要，他可能不好意思拒绝，这才给了你。但这条手链是我送给牧野的生日礼物，意义不一样，你还是快还给他吧。夏小姐，我想你也是看错了，这条手链的确是我的。这条手链是我亲手设计的，我怎么可能看错？林小姐，你不要一错再错。我有证据证明这是我的。够了，林之意，暖暖说的没错，赶紧把东西还给牧野，不要在这给我丢人现眼了。来了，终于来了。锦城，我是你的未婚妻，你居然为了一个外人这样对我。什么外人？暖暖姐是我哥喜欢的人，我哥不帮着他，难道帮着你这个吃里扒外的贱人？什么？刚刚我还以为在外面有人的是林之意，没想到原来是陆景城啊！他都跟林小姐订婚了，还喜欢别的女人，而且这个夏小姐怎么看也没有林小姐好看吧？这霸道总裁小说看多了吧？就喜欢那种要啥没啥的普女。我看呀，这小陆总是真饿了，放着家里的水仙不要，去啃外面的大蒜。还是吃点好的吧。这届宾客是真会说，好听爱听，再多说点。该死，本来是想顺水推舟帮暖暖，没想到竟害了她。够了，这手链就是我送给林小姐的，暖暖是我的女伴，她和陆景城是清清白白的，我不希望听到任何的起哄造谣，否则我池家饶不了你们。我不希望听到任何的起哄造谣，否则我池家饶不了你们。慢着，林小姐，还有什么其他的事？我跟池少无冤无仇，池少却为了夏小姐如此污蔑于我，实在是难懂。为了自证清白，请问池少爷还记得这转运珠上刻的什么字？刻的是佛教的6字大明咒，我亲手刻上去的。夏小姐，你确定吗？当然。那就怪了，我这转运珠上刻的是道教九字诀。池少跟夏小姐有什么头绪？怎么可能？林小姐，你大可不必为了扭转自己的名声，在这胡说八道。手链就在这，可以自己看，还请诸位证明我的清白。临兵斗者皆列阵前降，真是道教的9字诀啊，不是佛教的大明咒。也就是说，从一开始大家都在冤枉林小姐。这什么仇什么怨啊？这么针对一个年轻的女孩？这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我算是看明白了，这事儿从一开始就是针对林小姐的局。先是刁蛮冲动的陆锦熙出来，把事情闹开后，池少再跳出来说一些模棱两可的话，推波助澜。最后夏暖暖在做伪证，想把林小姐彻底钉死。这一套一套的，好歹毒的计策。若不是林小姐真的没有偷东西，只是恰巧转运珠和池少的比较相似，恐怕今天是要被冤枉死了。可他们这么做是图什么？林小姐可是小陆总的未婚妻，若名誉受损，这陆家也受牵连呀。你刚刚没有听见吗？那个夏暖暖才是小陆总的心上人，
肯定是想坏林小姐的名声，还有理由退婚呗。这小陆总真是人渣，谁说不是呢？我就说你们误会我了吧？刚才我一直想解释，你们不听。还不赶快向你未来嫂子道歉！对不起，我错了嘛，我不应该冤枉你偷手链的。误会一场，让大家见笑了。离正宴开席还有一段时间，那边为各位准备了甜点和饮品，大家先随我过去垫垫肚子吧。慢着。是啊，小叔，你还有什么吩咐？真正冤枉人的还没道歉吧？陆锦熙还可以说他不知道这转运珠内侧的刻字细节，看错了。可这转运珠是夏小姐亲自设计的，又怎能看错？夏小姐不给一个解释吗？小叔，暖暖姐也只是没有看清里面的细节而已，她一定不是故意的。对啊，小叔，暖暖一向心地善良，怎么可能会故意冤枉林之意呢？陆小叔，刚才呢，就是跟林小姐开了个玩笑，暖暖是后面才来的，她可能不明所以，搞错了。如果林小姐非要坚持的话，我也可以跟你道歉。对不起，林小姐，刚才我就是开了个玩笑，没想到会造成这么大误会。这夏小姐还真是脸大，自己做错事情躲在后面，让陆氏两兄弟和池少站在前面替她道歉、擦屁股，还要摆出一脸无辜的模样。林小姐，抱歉。你的道歉我接受了。下次可要看仔细些。眼神不好可以救，心术不正可就没得救了。陆先生，我知道像您这样从出生就赢在起跑线上的人，是无法共情像我一样只有靠自己拼命努力才能改变命运的穷人的。但是请不要将贫穷和人品低劣画上等号。我一路从农村走到大城市，堂堂正正，从来没有做过一件伤天害理的事情。开个玩笑而已，夏小姐计较的话，我向你道歉。夏小姐计较的话，我向你道歉。这陆先生可真是个妙人，直接把池少说过的话都给还了回去。是啊，你看池少那个表情，已经比锅底还难看了。哎呀，他只不过是把他说过的话重复了一遍，他怎么还生气了？夏小姐不必如此贬低自己，你身上这套礼服。陆氏集团是靠金融发家，在陆小叔接手陆氏集团后，大力发展实业，为社会创造了至少上百万个就业岗位。陆氏集团慈善事业在全国也是第一，在官方的带领下，陆氏集团已经帮助了数百万个家庭脱贫。夏小姐口口声声底层劳动者穷苦人民，请问你为他们做过什么呢？你空喊假大空的口号，是能让他们吃得起饭，还是穿得起衣服？看得起病，还是上得起学？就是林小姐说的太好了。就是啊，我们虽然赚了点钱，但是也承担了相应的社会责任。每次天灾人祸，我们也是第一个捐钱捐物，我们就输在不会喊口号上。对啊，咱们社会也有很多良心企业家，若只是因为有钱就被打成资本主义走狗，那大家都不敢做事了，社会、科技、国家还怎么发展？对啊。有的人呐，就是一点本事没有，就是喜欢偷换概念、颠倒黑白，难怪能做出当众冤枉人的事儿。恐怕你身上的礼服也是偷的林小姐的吧？恐怕她身上这件礼服也不是什么正当手段得来的吧？这件礼服上是写了她林之意的名字了吗？你凭什么说是暖暖姐偷她的？我这也是合理推测，不是就不是，你凶什么？我告诉你，这件礼服是出自服装设计大师 Candy 之手，早在5年前设计之初的时候，只出借过一次。
后来品牌方从未出借，无论是明星也好，富家千金也罢，这一次只是看在我哥的面子上，再加上我奶奶的寿辰，才借出来的，跟这个林之意半毛钱关系都没有。我看分明就是有人存心想偷走暖暖姐的礼服，才在这儿伺机报复的。这陆小姐说的言之凿凿，难道这礼服真的是夏暖暖的？之前不是说过吗？夏暖暖是小陆总的心上人，这斥巨资给自己的心上人借高定礼服，这不很合理吗？该死的林之意，手链的事情我们都被你摆了一道，还好这件礼服能让我们找回场子。哟，这么早就这么热闹？之意，你也在呀？好久不见了。坎妮姐，好久不见。你怎么没有穿我借给你的那件礼服啊？还真是他呀！我专门借给之意的礼服，怎么在你身上？我专门借给之意的礼服，怎么在你身上？看见老师，这是我哥好朋友暖暖姐，很荣幸能穿上您的礼服。你哥是谁？我哥是陆景成啊。不认识，陆家我只认识陆燕。怎么可能，坎妮老师？这件礼服本来就是我看在之意的面子上才出借的，怎么搞的？没想到被你这个外人给穿了，真是晦气。这件衣服不适合你，请你马上脱下来。这刚刚还言之凿凿的说这礼服就是他的，这下打脸了吧？这礼服分明就是坎迪老师借给林小姐的。也就是说，林小姐自己借的礼服被未婚夫送给了小三不说，小三还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来了个倒打一耙。要说林小姐，你干脆直接退婚吧。这世上3条腿的蛤蟆不好找，2条腿的男人还不好找吗？何必在这对奇葩兄妹这儿委曲求全？我让你把我的衣服马上脱下来，你没有听到吗？还是说我在国外待得久了，中文退化了呢？脱下来！坎迪老师，你去跟坎迪大师解释清楚，这一切都是误会。景成，事到如今，你还一心向着夏暖暖，全然不顾我的感受，对吗？林之意，我没时间跟你扯别的，你最好赶紧把这件事情解释清楚，否则我就跟你退婚。你想让我解释什么？一会儿我就会跟凯蒂大师说，是你觉得这件礼服适合暖暖，自愿让给暖暖，你配合我，赶紧过去说清楚。坎迪老师，您先放手。坎迪大师，以及诸位，这一切其实都是个误会。这件礼服确实是我未婚妻林之意向坎迪大师借的，但是之意觉得这件礼服更适合暖暖，所以就自愿让给了他。之意，你说对吧？不对啊。不对啊。林之意，你在说什么？就真的不怕我退婚？以你现在声名狼藉的名声，我退了婚，谁还敢要你？昨日我在礼服店取礼服的时候，明确告诉过夏小姐这是我的礼服，她不信，反倒说这礼服是我未婚夫给她安排的，还说什么我看不起她底层打工人，还打电话给我未婚夫求证。我未婚夫反倒帮着她，全然不顾及我的感受。如今坎迪姐证实了，这礼服是借给我的。我的好未婚夫呀，又想拉着我说谎，为了帮夏暖暖，说白圆场，不惜以解除婚约来威胁我。我实在是太难过了。既然我的未婚夫不为我讨回公道，我就自己讨回公道。礼服弄脏了吗？怎么穿在他身上？小陆总的安排，为难我一个打工的，你自己打电话问问呗。我给他安排礼服走了，你能不能别老拿这种小事来烦我？滚！就我这样。世间的始末就是这样。我多次提醒夏小姐跟陆小姐，这是我的礼服，他们依旧一意孤行。我作为未来大嫂，我让着他们。我忍痛割爱，将礼服拱手让出。在今日寿宴上，他们不图感恩，反而污蔑我。
我实在是太心寒了。这真是太过分了。这陆小姐不懂事儿，夏暖暖也是个祸害。这种人